冷战时期，美国苏联展览办太空比赛。1957年11月初3，苏联成功把载有9个人造卫星发射去外太空。本来是一只野狗的莱卡，受训练了后，变作是史上头一个去外太空的动物。过2年了后，美国也把狗孙仔送去外太空。1987年11月初3，文学大师梁实秋伫咧台北因为心肌脱掉的过身，活到85岁。梁实秋一世人读册，作品真多。和妻子无乌石伫咧上海创办生活册店，也创造真侪经典的散文。2010年11月初3，但9年的捷运罗州线总算通车，真侪民众下早就开始排队，欢喜坐头一班车。罗州线为2001年开始起造，拢总开超320亿。通车后，罗州站坐到台北车头，敢若需要19分钟。60万的民众感觉坐车真便利。